台地檢署甲台南市刑警大隊聯手偵破以40人歲單性嫌犯為主的詐騙集團，其中不只騙被害人買農地設定抵押，需要交地檢署的提準金才當過戶，也偽造司法單位等機關的文書，以及家己去法官、檢察官、銀行行員的印仔。經過清查，目前4位被害人被騙的金額得超過6000萬。呼籲民眾看到公文不是借錢或投資的保證書，看到蓋滿大印的公文，請不要急着掏錢，應向公務機關求證或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，讓我們一起幫您拆穿詐騙集團的把戲。目前專案小組除了將嫌犯移送法辦，嘛再出口有任何借公務機關的名義要求匯款納錢的，一定要提高警覺，千萬唔通相信來路不明的公文加指示。台南新聞管局蔡文報道。